请问一下，庄园的负责人是谁？他是被冤枉，被没送的。你还没讲。侦查不公开，只是规定。我跟你保证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一定告你妨碍公务。事情就按你啊，那个人吼，记得个人负责。这几个案子各为独立案件。一边副督，你睇到嘅妖魔鬼怪，青葱肉嘅戲，搞地條一集一集灑出來。